7月26大罢免无成了后，民进党伫今日头一届召开中常会，兼党主席的总统赖清德向公民团体和支持者会示礼，也讲8月23第2批罢免投票会继续甲这罢免团体徛共平。咱讲到这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是甲这8月23当作是家己做党主席任内最后一战，呼吁传统要爱团结。 7月26头一波罢免失败了后，民进党头一届召开中常会，兼党主席的总统赖清德表示，伊承担所有批评，向国民团体甲支持者会示礼，也表态8月23第2波投票会继续甲罢免团体做伙行。民进党会继续与每一位在罢区努力的公民并肩同行。林右昌秘书长日前已经向我请辞，我也接受了他的辞呈。在这个关键时刻，我要请副秘书长何博文确实完成我交付的2项任务。 在灾区协助人民复原，在罢区陪伴公民前行。宁愿得罪罢团的好朋友们，也要很清楚的拜托他们，感谢他们，是不是？他们能够去撤回这个案子，我就是带包卫生纸给柯总召，让他自己去擦屁股。你要有自知之明。 讲家己是党内乌鸦的王世坚是当场提出反对意见，认为无应该阁继续和社会对立，但是意见无互采用。8月23会阁有7位国民党的立委罢免案要投票，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定调为家己党主席任内最后一战，化成全党团结英勇。这是我们21全任期内的最后一个大仗，我们一定要拼到底，一定要全力以赴。对我个人，这也是能够顺利交棒。 放心交棒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战役。除了罢免投票8月23，阁有核3延长棒的公投。朱立伦表示，会甲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合作，做伙举办宣讲，大力支持核3重新棒。当民进党政府听不进民意的时候，我们就要用更大的民意，让赖清德听清楚，让办理核3研议成为民进党政府的法律上义务。 因黄国昌批评讲，行政院无针对公投案提出反方意见书。行政院回应讲，立法院提出的公投案甲民众提出的听书是无同，依法无需要政府机关的意见书。建议黄国昌参考公投法的条文，卡免错误的理解造成错误的指控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